青春法則由 A3 醫學抗衰老中心贊助播出。我的事務所主持陳心怡。又有一個全新嘅環節帶俾大家，唔知聽到我哋呢一個環節名嘅時候呢，咦有青春兩個字，會唔會突然之間醒一醒呢？之前我哋嘅親子事務所啦，同大家講咗好多親子嘅問題啦，係啊，成日都會聽到啲父母俾啲細路搞到我頭都大埋啊，唔認老都唔得啊！咦，老呢個字係咪真係要就咁認咗佢嘅呢？同我哋生活上究竟又會有點樣嘅關係呢？冇錯，我哋又請嚟佢啦，即係再次出現喺我哋事務所裏邊嘅就係皮膚科醫生黃國豪醫生㗎。黃醫生你好。係，大家好。係啦，咁我都知道啦，即係你將你自己嘅經驗啦，同埋你嘅即係心血啦，咁就咧變成咗一本著作啦，就等於我哋呢個環節名啦，青春法則。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法則，咁但係首先要講一句，即係我哋唔係話咧唔要去認老，又或者我哋要違背呢一個大自然嘅定律，而係咧即係我好中意你講嗰4個字，就係生活質素嗰樣嘢，係咪黃醫生？冇錯，因為咧嗰個其實整個理念咧就係話我哋點樣可以利用一啲我哋嘅生活習慣啊，或者飲食習慣啊，或者係嗰個應該我哋自己本身可以做得到嘅嘢，而去令至到我哋個身體個老化速度咧係減到最慢。咁啊或者咧有個好處咧就話，除咗話老得俾人慢啲之外咧，就係話你本身嗰個好多呢啲咁嘅退化性疾病咧，都會由於你改變嘅習慣咧，而可能本來個遺傳性可能真係會出現嘅，但係由於你個生活嘅改變咧，可以令到佢唔出現嘅。係咁，當然啦，即係我知道咧，即係睇完黃醫生本書嘅時候咧，自己都見到咧，咁你成日都會講到咧，係成個生活裏邊嘅一個調適啦，再加上咧，其實我都忍唔住講呢句，黃醫生，即係我對上一次同你做節目嘅時候咧，你都教過我哋嘅，即係其實同同齡嘅朋友去比較，即係自己會唔會係比較有活力，又或者會提高到生活質素咧？隔咗一段時間冇見你，我真係覺得你個樣唔同咗。或者即係其實你自己會唔會喺生活上佢亦都改變咗啲乜嘢？我真係覺得你後生咗，黃醫生好坦白咁樣講，憑你個外表去睇。最主要都係跟翻所有嘅呢個所謂法則去執行啦。咁你會發覺到好多時日子有功嘅，你慢慢地咧，你好自然嗰個無論個心境啊，或者個皮膚啊，或者個外貌咧，都會真係某程度上唔止係冇話點樣老過，而係反而咧俾人個感覺好似真係精神咗啊，或者嗰個活力啊、魄力係好咗咁樣。係啊，又或者甚至乎咧，即係成個生活自己調適咗之後咧，自己心裏邊都感覺到，或者個體能上都話到俾自己聽啊，所以我哋1連10集咧，真係嘅有10個法則要同大家講下啦，每一集都好清晰，希望可以有一個信息咧帶到俾大家啦。今日我哋呢個法則咧就叫做抵抗自由基嘅侵害，同埋提升咧抗氧化嘅能力。咦，講到抗氧化3個字，可能好多嘅聽眾一聽嘅時候就話，唔係淨係同美容有關嘅咩？係啲女孩子或者甚至乎貪靚嘅朋友先關佢事嘅啫。其實可能同我哋嘅健康上都有好大關係喎，黃醫生係咪啊？絕對係嘅，因為自由基同埋個抗氧化咧，其實呢兩個名詞咧，我相信大家都聽唔少㗎啦。咁但係真正明白究竟佢係咩嚟咧？咁其實最主要咧，我哋嗰個所謂講呢個抗氧化系統咧，喺個身體裏邊咧，如果係一個好嘅抗氧化系統咧，就可以令至到我哋嗰個身體嘅自由基水平咧係得以適當地係盡量降到最低嘅。咁因為個自由基咧係主宰咗我哋一個人個身體唔同嘅細胞，包括咗皮膚啦，或者個身體內臟嘅器官咧嘅老化嘅速度。咁所以如果你一個比較高自由基嘅人咧，基本上咧就係老得比較快啲嘅。即係我哋同齡嘅比較係咪？同齡比較係啦。咁所以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會好想去點樣去想盡辦法咧，將呢個自由基係減到最低。嗱，繼續咧，即係去問黃醫生之前都要提下大家啦。咁其實電話熱線方面，1834204已經開放咗噶啦。如果大家咧都有關於咧，即係我哋今次要講咧抗衰老嘅問題啊，甚至乎覺得自己最近身體機能真係差咗好多，或者有啲力不從心，甚至乎咧，我記得㗎，上次咧黃醫生咧即係同我哋喺事務所裏邊分享過好多啦，有啲可能睡眠質素好差，又或者係咧
甚至乎自己工作嘅表現都會咧即係有所影響嘅時候，有呢方面嘅問題都想咧問下黃醫生請教下佢嘅話，都可以打嚟1834204啦。同時間都要好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內容噃，因為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個咧比較好玩嘅有獎遊戲同大家咧即係一齊分享一下，又或者考下大家嘅記憶力㗎。先聽咗我哋講先，一陣間話俾你聽個遊戲點樣玩法啦嚇。黃醫生，好啦，頭先提到咧自由基個指數較高嘅朋友喺同齡裏邊咧就會比較容易即係見到佢係要衰老多快啲啦，或者係叫做老化一啲啦。咁我點知自己自由基嘅指數係點？係咪即係一個磅數咁樣？其實係度得到咁樣樣嘅咧，黃醫生？嗱，其實自由基咧就即係等於好似如果你問我可唔可以從一個人嘅外觀可以知道究竟佢膽固醇幾多呢？咁其實我就冇可能噶嘛，因為有啲人唔好話，哎呀肥啲一定膽固醇高，其實唔一定嘅。咁所以呢，就冇乜樣睇嘅。咁啊自由基一樣啦，亦都係冇樣睇嘅。我哋同一個原理呢，都係要從血液嘅分析嚟到去知道究竟呢個人個自由基個水平係高定低。咁所以而家就好簡單嘅，只要篤一篤個手指攞滴血呢，咁啊已經可以驗到你個自由基究竟係高定低㗎啦。哦，明白。咁當然啦，我哋今日個法則裏邊呢，除咗提到話要抵抗自由基嘅侵害之外呢，仲要提升我哋抗氧化嘅能力嘅喎。抗氧化呢個能力其實係咪又測試得到㗎，黃醫生？冇錯，同一個檢查裏邊呢，即係同一滴血裏邊呢，其實就可以同一時間做埋呢個抗氧化系統嘅測試嘅。咁所以你會測試完之後呢，你會有兩個組指標出嚟啦。一個就係話，究竟你老得幾快呢？同埋究竟你嗰個防禦系統或者係一個抗老化嘅系統，呢個抗氧化系統啦，究竟係有冇需要去補充啊，或者係作出嘅調適？明白，好啦，咁我哋知道咗啦，其實咧就要令到自己個自由基個指數喺身體裏邊咧唔會飆升得咁高，於是咧就可以咧減慢我哋老化嘅速度啦。咁先要問下黃醫生啦，自由基點嚟嘅咧？我可唔可以即係完全制止佢唔喺我身體裏邊出現嘅咧？冇可能嘅，因為咧自由基咧係我哋個新陳代謝嘅一個副產品。咁即係話咧，你只要係一日你透緊氣、食緊嘢、喐動緊，有一個能量產生緊出嚟咧，你都會產生埋自由基出嚟嘅。咁呢個係正常嘅。咁即係話，只要係有生命嘅嘢，都會有自由基。咁但係咧，如果你除咗呢個基本嘅新陳代謝之外咧，如果你有以下嘅問題咧，你個自由基水平咧就會更加高啦。譬如啲乜嘢咧？譬如話癌症啊，如果你有癌症啊，或者係有任何嘅慢性嘅發炎啊，或者係有啲嘅感冒啊、感染啊、輻射嘅照射啊，同埋嗰個紫外線嘅照射喺皮膚嗰度啦，甚至乎咧懷孕。咁呢啲咧期間咧，你個自由基水平咧都非常高㗎。咦，黃醫生啊，即係我哋就咁好簡單咁樣嘗試去理解呢個理論嘅時候咧，即係譬如你講到癌症啊，或者感染啊，甚至乎慢性發炎啊、感冒等等咧，都係同即係對身體有害嘅一啲物質咧有關係啦，或者一啲細胞甚至乎係變異等等啦。懷孕點解又會令到我哋自由基會增加咗？我哋作為女性咁樣會覺得係一個好殘忍嘅事實嚟嘅，黃醫生。呢個無可避免啦，因為咧喺懷孕期間咧，你所有嘅身體嘅新陳代謝嗰個速度咧，都會係快咗嘅。咁你任何加快咗新陳代謝速度咧，你都會加咗嗰個新陳代謝嘅副產品啦，即係自由基啦。第二咧就係你個唔好唔記得，你係要應付埋嗰個 BB 嘅自由基。BB 係一個非常高速嘅生長嘅速度裏邊咧，佢係會產生好大量嘅自由基出嚟嘅。咁變咗咧，你又要一個人要去應付埋兩個人產生嘅自由基。咁所以通常咧，懷孕嘅婦女咧個自由基水平咧都係平時嘅3倍。明白。好啦，我哋講到嚟呢一度，記住啦，電話熱線1834204已經開放。如果你對我哋頭先咧所講嘅問題啊，又或者我哋講到嘅話題咧，想問到黃國豪醫生多一啲，都可以打嚟1834204。